是咁的。自 Omega 咧播出以嚟，一直咧俾人彈劾咧劇情有幾咁悶，又幾淡如水，甚至連坊間咧去每集講觀後感嘅 channel 咧都少之又少。到底今年咧係咪仲差過上年 Aku 咧？又係一年咧只係上水一次咧嘅 Mr. Man 3423啦。見到我咧上得水啊，就知道咧係超人系列嘅大結局啦。今次要講嘅咧就係 Omega。咁以下咧都少不免咧會有劇透成分，咁請自行斟酌咧去觀賞啦。好，我哋直入正題。故事咧講述咧呢個係一個平衡嘅世界。最初咧 Omega 係咧宇宙咧觀察隊咧嘅其中一員。咁喺呢個世界觀入邊咧，每個星球咧都有啲咧宇宙觀察隊，呢啲觀察員啊，觀察住咧眾多星球嘅存在。佢哋咧觀察住咧發展出咧高度文明嘅星球，從文明嘅誕生到滅亡為止咧，都將一切咧記錄落嚟，以此咧為基礎咧去建立咧一個永遠咧持續完全和平嘅一個國度，即係咧 Marvel 入邊嘅 Watchers 啦。I observe all that transpires here, but I do not, cannot, will not interfere, for I am the Watcher. 抗議！佢抄我！比賽係咁噶啦，好似游水跑步咁，又唔係你做乜佢做乜，有乜好抗議啊？抗議無效。為咗咧取得咧純粹嘅記錄咧，咁咧佢哋咧只係會防止咧侵略者同埋咧一啲宇宙嘅怪獸去入侵咧指定嘅星球。咁觀察隊咧亦都會咧調查怪獸，但係佢哋咧只去觀察同埋看守，但係唔會干涉咧呢個星球上咧發生嘅事情。就算咧佢哋有幾大嘅力量都好，佢哋只不過係一個旁觀者。不過喺呢個世界觀入邊，喺每個有生命嘅星球上面啊，過幾千年咧就會迎嚟一次咧嘅呢個覺醒之時噶啦。喺每個星球上咧都會有一啲怪獸咧陸續咧咁樣出現，嚟決定咧人類定怪獸咧邊一方咧先可以咧掌管呢個星球。而其中咧第一集咧出現過咧嘅外星人，亦都咧係過來人之一，因為咧佢哋都咧曾經有高度嘅文明，但係咧佢哋嘅星球咧選擇咗咧去消滅怪獸嘅道路，仲咧製造咗咧一啲腦波操縱怪獸嘅生物兵器，結果啊越開發出嚟嘅武器越勁，啲怪獸咧變相咧又更加強，咁戰鬥咧就一發不可收拾，搞到咧呢個星球上咧嘅人類同怪獸咧都冇辦法生存，佢哋咧為咗咧尋找新嘅星球咧而去前往咗一個旅程，最後咧流浪到咧地球。就見到咧地球咧出現咗咧覺醒之時，就諗住咧趁火打劫咧嚟借加衣咧去移居到地球啦。不過地球咧都有一位咧宇宙觀察員去嘗試咧警告佢哋咧唔好干涉地球。結果咧正正咧就係連接到咧第一話咧最初嘅戰鬥。咁但係好可惜咧 ，Omega 咧不敵咧而意外咧降落到地球，並且失埋憶添，而且咧化身成為咗咧人類蘇納陀咧嘅樣式咧。咁喺機緣巧合之下遇到咗咧我哋咧嘅第二男主角 Cosser。腦內咧一片空白嘅佢啊，經歷到咧人情嘅冷暖，完全咧忘記咗咧原本自己嘅立場，為咗咧地球人咧同怪獸戰鬥，並且咧後嚟被稱之為 Ultraman Omega。男二 Cosser 本身咧就係一名咧貨倉嘅打工仔，畢業之後啊冇志向嘅佢喺怪獸咧頻繁活躍嘅世界當中咧掙扎自己咧嘅人生意義。透過咧同蘇勒陀嘅接觸，而開始咧了解到咧自己咧想要透過咧了解怪獸嘅生態咧，從而嚟保護大家。蘇勒陀咧因為咧曾經咧係宇宙嘅觀察隊隊員，所以咧對於咧怪獸嘅特性咧就了如指掌。喺接二連三嘅事件當中，考到咧嚟自咧政府生物研究部門嘅女主阿 Yune， 三人咧意氣相投，就一齊咧去調查咧所有嘅怪獸事件啦。咁故事咧由第一集到第21集咧，基本上咧就圍繞住咧 Omega 喺地球上咧對抗怪獸同埋外星人嘅經歷。咁啊，人類咧去到故事中後期，亦開始咧組織起咧怪獸嘅特殊部隊咧嚟研發咧武器去對抗怪獸。咁當中咧主角嘅一派咧屬於咧想用咧理性主義去分析怪獸咧同埋安頓好佢哋。不過啊，大部分嘅政府人士都主張咧係要咧殲滅怪獸。人類嘅命運逐漸咧步向咗咧同其他星球咧一樣走向滅亡。直到咧22集起啊，先至真正咧講述到咧 Omega 咧嘅記憶回復，而為咗自己咧戰鬥理由而去掙扎，究竟咧係要保持中立，定係咧應該咧要透過咧同物種嘅接觸嚟去達成到咧和平。咁眼見人類咧最後咧開發出一隻可以咧吞食其他怪獸而進化嘅終極兵器，一發不可收拾之際，Omega 咧決定咧最後咧為咗人類去違背咧自己觀察員嘅規則，選擇咧同人類咧共同戰鬥，嚟去咧揾出咧建構出永遠持續和平嘅答案。完。咁唔知大家覺得呢一年咧嘅劇情如何呢？咁歡迎大家留言咧分享你嘅睇法。好睇嘅咧可以打1，差評嘅咧就打2。先唔評論呢套作品咧嘅優點同缺點，咁相信咧播放以嚟啊最大嘅話題咧就流於咧令人難忘嘅頭盔設計造型啦。咁前期嘅劇情討論啊，簡直咧係靜過大空。
而喺特攝圈咧，基本上咧最有話題性嘅咧，都係要去到咧22至23集 Omega 嘅覺醒咧，先至真係有啲 noise。不過咧，相信啊，咁都已經咧好多人氣慳咗幾個月㗎啦。計埋咧，咁咧就要歸功於咧母居正能監督咧嘅企劃決策啦。喺一個咧訪談當中講到主題啊 ，Omega 咧原本嘅方向咧就想製作一套咧審判地球人嘅 Ultraman， 透過咧同人類咧接觸咧而去倒戈人類嘅一方。咁咧喺 Ultraman 嘅歷史當中啊，至少咧都有 Ultraman Cosmos vs Ultraman Justice 咧嘅劇場版咧，同埋前幾年嘅 Shin Ultraman 咧都出現過咧類似嘅套路㗎啦。咁啊，再加上咧人類過度開發武器，最後咧搞到咧合成怪獸，亦都同咧 Z 咧嘅劇情咧類近。所以咧，某程度上咧，我哋見到咧母居大大咧，其實咧都係咧打算舊主題重用噶啦，只係咧俾北浦自己老師睇完之後咧，先至修正成為咧中立嘅觀察員，而出現到而家你電視機見到嘅版本。不過作為咧舊酒新瓶啊，為咗咧引起話題性，今年咧採用紅色頭盔設計，就係咧佢嘅市橋之一。既然圓谷系列咧都只有極少數紅面造型嘅角色，咁製作一套咧關公大戰外星人咧，都叫做交到差啩。除此以外，上年嘅主題咧致敬咗 Jakku 同埋 Cosmos， 今次呢粒瀨尿牛丸咧就輪到 Seven 同埋 Nexus 啦，當中亦都再滲透咗一啲咧 Cosmos 嘅人類怪獸共融論，而成為咗咧今年嘅核心主題。致敬咧 Ultra 7嘅部分，首先咧當然咧就係紅色身軀配上銀色胸甲，再加上咧標誌性嘅頭標。宇宙觀察隊亦都係咧參考咗咧 Ultra 7喺 M78 星雲入邊行星觀察員340號嘅呢個公職身份。咁啊，同摩羅波士丹一樣啦。蘇納陀咧同時咧亦都係咧超人嘅直接化身嚟到地球，咁啊加上能力上可以操縱怪獸作戰等等，亦都配合到咧怪獸裝甲，類似 X 同 Blazer 咁樣用過嘅概念，配合上咧 Ultra 7X 嘅失憶角色設定，化成咧有血有肉嘅人咧去感受人類社會嘅人性光輝。而因為咧 Nexus 嘅風評咧太過極端，而且咧暗黑風格咧難以駕馭啊，所以咧 Nexus 嘅元素咧停留咗咧喺雙主角嘅故事嚟推進咧呈現到光之羈絆同埋全城戰鬥嘅呢啲核心主題。咁所以咧好簡單嚟講啊 ，Omega 咧本身咧就係咧母居咧繼 Deka 之後，以防炒車咧而去製作嘅一套咧保守穩定向嘅作品。咁但係既然咧打保守派嘅策略啦，咁點解咧有咁多人咧唔中意佢作品呢？咁我都咧今年咧懶得講咧嗰啲總集篇有幾多同有幾影響咧每個禮拜咧嘅觀後感啦。畢竟啊都已經咧成為咗常態。咁今年咧嘅劇情結構咁啊就類似咧嗰種咧日常啊出任成10幾集嘅單元會，先有1、2集咧真正講下主軸故事。整體咧感覺咧係有啲平成系列初期嘅味道噶。但係老實講，就係睇咗咁多個月，對於伏線咧嘅佈局咧，我都覺得略為係冇乜趣味嘅。最主要咧係太少咧對於 Omega 咧背景嘅 hook up point 啦。本身咧故事背景咧其實係幾吸引嘅，特別咧係宇宙觀察隊咧嘅守則同埋主角群嘅觀念衝突。可惜嘅咧係整套劇咧大部分嘅時間都係由地球人嘅角度咧去描寫，直到最尾4集啊先至突然咧爆出咧呢一個咁嘅設定。對於一早咧喺頭幾集咧已經一早棄咗坑嘅觀眾嚟講，已經咧實在咧係無法挽回嘅狀態啦。咁結果咧就搞到咧好似近期 Z 咧一樣啦，放咗咧好多伏線同謎題，但係咧又勾唔起到大家嘅興趣，所以搞到咧冇乜人咧有興趣真係去追。如果咧係將咧前期日常咧賣玩具嘅劇情濃縮到1/3，中段咧1/3咧去集中咧探討組織性咧嘅衝突，同埋後期嘅1/3咧再揭露咧 Omega 嘅身世，咁樣咧我諗就會更加令到劇情咧去緊湊啲啦。嗱，咁咧最尾幾集咧係有啲角色之間咧嘅張力嘅，咁值得稱讚嘅咧就係今年咧日常番當中咧有唔少細節咧都做到咧呼應同暗示 Omega 嘅身份背景。作為 recap 之用啊，至少咧喺交代主線集數當中咧亦都起到好大嘅作用，而且咧 support 到咧 Solator 同埋 Corsair 嘅成長人設。Solator 啦同埋 Corsair 一點一滴嘅回憶咧透過咧單元回咧累積翻嚟，而且咧呢套劇集咧亦都透過咗咧第15集同埋結局嘅2集嘅回憶殺嚟串連咗起咧其他日常單元會咧嘅集數。其實呢個做法咧都係非常之唔錯。對於觀眾嚟講咧，捱咗咁多個月，終於見到咧2位角色咧都有唔同嘅心理轉變，尚算咧都叫做交到功課。咁設定上咧 ，Omega 咧失憶咧係初期咧冇乜戰鬥力㗎，咁啊順理成章咧劇情上咧想表達咧佢要靠咧男二咧去活用一啲咧流星怪獸同埋裝甲咧嚟 buff 咧佢嘅戰鬥力。咁而喺大型嘅理由之下，現實中咧就根本就係為咗賣玩具而凸顯咧裝甲嘅威力啦。咁所以咧就夾硬咧刻意弱化咧超人本身嘅戰鬥力啦。
不過既然呢啲拍檔怪獸喺初期都變晒做 Pokemon 啦，咁首先呢，就係點解唔好好咁描述一下呢啲流星怪獸嘅關係同埋特別嘅個性？咁如果呢3隻聖獸咧真係寫得好嘅話，我相信咧喺第23集咧，Omega 咧恢復記憶回收聖獸嘅時候啊，大家咧都會有咧唔捨得嘅感覺。咁好啦，咁設定咧要賣玩具，咁冇辦法。變身合體完咧諗住咧有啲睇頭，睇得特攝嘅話咧，大家都係想睇爽片啊嘛。但係咧因為作戰咧太過依賴裝甲嘅外掛能力，偏偏咧搞到咧 Omega 咧冇甲咧就打唔贏，好揸流灘嘅效果。再加上Solito大部分時間都係一個咧失憶樂天嘅大哥哥。搞到觀眾對於呢個角色嘅印象分大減都係無可置疑嘅。不過要澄清啊，原本我以為呢兩位男主角傻傻卡卡嘅生活日常完全發揮唔到佢哋本身嘅演技。但係去到重點嘅集數，特別係去到24集同25集，兩位嘅感情戲都交到晒功課。特別係 Omega 嘅演員近藤重利喺後期嘅劇情要一次過分析晒呢兩角去演繹 Omega 同埋 Solito 之間嘅感情，係拿捏得非常之好嘅。今年嘅角色互動同埋配搭都非常之有充分嘅解釋，每個角色嘅動機、立場同埋成長都算係描寫得幾飽和。去到大結局嘅時候，兩個人合體變身，再加上每個角色喺自己崗位度首當其衝咁樣去做到最好，其實就已經好好咁樣將呢套劇畫上咗一個句號。咁整體而言就係原谷今年又係俾咗中規中矩嘅行貨我哋。你話佢好差又唔係，深唔深刻我又唔係好覺。而且有好多種種嘅元素都已經喺前幾年用過。雖然天下文章就一大抄，最重要嘅都係要睇下導演同編劇有冇可以將呢啲咁樣嘅元素炒得出一碟好食嘅餸。好炒飯。喺根源歲三嘅編劇同埋武居正能做導演嘅情況底下，能夠有一套故事可以完整地交代完，而且冇刻意留下伏筆要寫劇場版，結局亦都可以喺冇趕火車嘅情況下完結。其實已經叫做係近年實屬難得嘅一件事噶啦。而今年我會俾呢套作品7分，算係一套後期發力，但係比前半季嘅日常劇情拖累嘅特攝作品。過去咁多年都食咗咁多屎啦，咁當大家嘅 expectation 調校到咁低嘅時候，喺最重要嘅主劇情上亦都冇乜反駁位，其實都算係阿里吉底噶啦。如果係你又會點樣評價呢套作品呢？咁都歡迎下邊留言分享一下，亦都記得 comment、like and share。好，咁我哋下條影片見，拜拜。你要扮緊邊個 baby？扮阿爹咋？扮Omega。